等我们帮民众办好事情，我们也可以表现出我们对他们的礼貌与关心。当我们讲办好了，在这3个字之后，我们还可以加上什么？好，我们现在有4个例子，可以让你加在办好之后。第一个，掌累了，掌累了，在我们客家语通用的解释是再见的意思。实际上呢，它可以说欢迎您再过来玩。好，所以我们掌累了就表示再见。第二个，顺行，顺行，这个顺行代表的就是慢走，您慢慢的走。第3个，危险哦，危险哦。好，这个华语是要小心哦。第4个，要注意安全哦，要注意安全哦。这句话的意思是要注意安全哦，要注意安全哦。那在学了这4个词汇之后，我们来学个完整的送客的句子。第一个，行好嘞，掌累了，行好嘞，掌累了。第二个句子，行好嘞，顺行，行好嘞，顺行。第3个句子，行好嘞，危险哦，行好嘞，危险哦。这个时候可能是长辈站起来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提醒他要注意安全哦。第4个，行好嘞，要注意安全哦，行好嘞，要注意安全哦。也许你看长辈准备要骑车回家了，你可以提醒他要注意安全。如果你学会了今天的句子，在办公时呢，你可以对民众讲这些简单的、基本的客语的问候，以及送客的句子。我想那些客家人就会觉得你懂强，你很棒的意思。请大家继续试着说说看，多学习。